後來鄉親朋友一歇困過後啊，轉到福起來咧節目嘅現場咯吼。今日係8月號13日線咯，為大家來紹介嘅吼是有機農場。韓國呢，應講從細就應講耕田吼耕種做到呢下嘅聽阿伯吼，來同大家來講佢自己本身嘅經驗咧吼。細時節應當然可能時報嘅下時聽嘅下咧吼，係要冇下講到要大家叫農藥去切到呢，而家嘅講農藥來講化學來講佢食材是係你阿梅哦佢凍就講斷掉啦吼，一些唔好皮，所以佢自己唔好佢都開始就堅持哦吼，種大家有機嘅佢種嘅青菜，唔是要叫講農藥。講到呢位，你頭先聊之前咪要老鄉親朋友講到啊，有問題就喺大田發到現場來。呢下呢，附近就俾大家咧可能係呢一種，呢一係你頭先已經講嘅啊嗬，我就話嘅大你媽嘅啊嗬，你媽嘅呢一個認證咯，我來問阿爸哦，呢啲呢一張認證，頭先講係政府本嘅呢？呢是桃園桂良所有台灣桂良廠出的全部嘅大你媽嘅標準啦。桂良廠出的全部是係大你媽嘅標準哦，嗬，安樣，呢一個標準，我哋呢係呢個標準，認證嘅標準全部係嘛？我呢一個費用我錢嘅，呢一個透過認證我幾多錢啊？透過你桂良廠出政府出的全50錢啦。嘅下就開始推廣，全50錢，咱啲也會付托買呢樣啦。所以你按定音寫嘅你媽嘅呢個票頭，都見係用得冇？用得。你下是冇用嘅。嗰種標準搭落去啊，你報出萬元嘅，啲全部要變貨。哦，要變貨。50塊買資料是要看到咧，你下部，你下部要會再變貨。嗰種標準萬元嘅財產面面啦。安樣嗬，所以你一個是簽一個標準下部嘅一個數字，安樣做得嗬，你看得到你下部有事，哦係安樣添，所以你一個你報出，嗬係。內家人、內翁人、馬山人種嘅，全部都清清楚楚。我哋一直記下，你講政府單位哦，攏個從呢位人講發嚟，安樣講錯啦嗬。好，接下來你看到嘅，你啊安樣一件嘅呢？你啊一件嘅有係你講到樣咩？呢是包每政府冇出啲嗰種嘅標準咧，包總是委託啲人民團體認證那樣啦。哦，人民團體認證。全部是係費用啦，還係減菜、減奶、減水，乜計都係錢啦。所以，你講你一下來講啦，係人民團體來負責嘅，嚇。唔係講你政府單位來負責嘅。所以你一下看你看你一種，你一種而家啲冇有 CAS 咩？嚇，還有兩個 TQ 嘅票種，TQ 嘅票種。我啲說反 Q。嘅自認證單位嘅，所以認證單位有咁多單位，有10個隻單位，10個隻，所以可以本嚟隻單位來認證全做得，或者係記得要經過人嘅所以合格嘅認證單位按樣子做得咧。佢啲隻反 Q 認證咧，佢是嘉義大學、中興大學嗰啲博士嘅外務人來佢嘉義大學度教授。介紹幾耐我啲會啱，都親愛啲啦。所以本經驗證。所以呢一下都嘅呢一個，都透過到呢一下嗬，一個驗證來講，透過是係最早嘅係大啲買，呢一下是係一個 TQ 嘅，翻 Q 嘅，呢就 TQ 顯嚟啊樣嘅張驗證啦，嗬，呢是係呢下我賣到菜，先至要看嘅一包蛋糕要疊按樣嘅張疊紙。很平常還是冇搭啦，因為我哋冇包裝好，唔是搭，像基本農委會戰市場、希望廣場我也全冇搭，只有隻整手筆看那樣啦。所以你到整手全部被帶到現場去本上回家看那樣，因為現包嘅唔是搭啦。現包到啲現場現包嘅唔是搭。現包嘅唔是搭啦。哦，安樣去啦。很嘢講包好出街賣，就天數係搭啦。包好我都驚賣嘅，但係我賣我現包嘅是唔是搭？你農場也係講用班現包嘅，你是唔是搭？唔是搭，好很多是講搭標裝變包裝又價錢多過，還是又上街都有費用。香港啲包裝包到眼多，咪基礎動多嘅人而家，TQ 嘅就負擔啦，所以假使做得一次間那台嘅嗬，做得
咋个利用个台啊，去种安样为下好豆哦，吼，好咧是讲到咧个漂种啦，吼，做得老大家讲，你都开始做到咧下，就见过几多种嘅漂种，看到最新嘅老最头白嘅。我家下桂两厂一下本因胃汤因係人民團體嘅台灣省認證有機認證協會也有認證過啦，係個中華也有認證嚟樣啊，啲也有15隻認證單位啦。幾多隻？15隻。12隻哦。哇，總共12張認證單位，你全部有認證過？冇本12隻，因其中有一隻是做得。哦，全部對，按到隻地方都有一隻做得嘅。所以講，佢全部係有那天嘅氣候，乜嘅全係有治療人做得，佢奶水配菜全部係來檢驗合格人做得。冇合格是認證唔得，冇合格你是冇辦法來認證，所以講到嗬，了解，佢不需要來抽檢，就不需要來抽檢，佢認證一擺未時間做得要結長，係講佢認證過後，幾時會見到抽檢啊？樣是做得，就佢認證一擺3年咁樣，3年咯，3年你是外國，拜託幾個來認證一擺啊？因為就認證政府。哇，安樣就係3年一擺嘅，因為認證一擺是僅係看你自己係沒有合乎到安樣，所以係要規定啦，嗬，規定看用擺嘅檢驗方式。有差多，係講有不良嘅驗病史去推退啦。有不良嘅驗病史來推退去哦，所以嗬，你講看啲漂種啦，韓國可能你固定來買嘅朋友應該講。食落到嘅東西哦，食過 any 是啲哦，了解 enjoy 哦，咪真正當真嘅嗬，好嘅東西到唔好嘅東西哦，嗬，就食過你是會啲嗬，了解是係自家本身嘅經驗來老大家來做分享，你下你愛老了解話題嗬，教本之前嚟哦，嗬，之前頭先喺度講到你安道嘅部分啊，嗬，爸爸講了解漂種嗬，你對了解漂種嘅認證啊，你講真嘅嗬，即係。政府相關單位也有規定，吼，因為有嘛設計上法嘛。你講你見認證，你要設計上講，你見下好嘅見下好，因為貼起上話用你見啊，也得。對我嚟講，係更加差唔多。差唔多啦，吼，你見到認證是哦，有合格嘅是強用啦，吼。因為佢叫政府認證過嘅，所以對我嚟講差唔多啦。差唔多，所以一個至於你個代理碼，你有見過嗎？透過嘅係。你喊誰時間係冇？係，梗係喊誰嘅爸爸哋該做嘅時間。跟下爸爸有講到有兩個漂種嘅時間，有聽書過嗎？有啊。有聽點安樣。梗係喊哋該讀書嘅時間啦，就該重要些就係聽書啊。哦，安樣嘅嗬，好講到兩位啦，嗬，我想啲當到嘅兩個有機嘅農場啊，啲是地講基本特別中意講到按照芳啊、假啊，你講係本色啊，嗬，做得老啲鄉親朋友講下，用乜啲。有機嘅農場吼，代替活搭芳啊。因為你下該落水嘛，該全部是該酸雨該掉嘛。係該採未前降水，未做咩特色。所以第一吼，你講到你下可能從前一步嘅啊吼，好點點哦，你講欠頭太水啊，用緊落哦，你下嘅搶菜價是讀到眼到水嘅，可能從講你下搶菜價。除非勉強強嘅啊。勉強強，韓國嘅。貴到頂人驚哦，6000可能冇比數，很買唔到東西。係，有時係提一點，吼，搭芳啊，是風水。風水係。韓國有哪對位？還有風嘛嘅？風該蔥該對。蔥。係。用咩講呢？因為你啊蔥來做有機嘅，做有機嘅，該種係蔥前豆。該蔥前豆係該冇搭芳搭起來，該蔥一來你全部。才嘟嘟好食，所以咪全部不該衝出強強啊！哦，安樣去，所以因搭香嘅啲喺度衝子唔會落來咧。下手，我呢仲係下手係。哦，所以讓佢隔開來係嘛？係，攞去隔開來啊！你安樣佢係安樣，你香味上白下味啦。底下要會爭味，所以一衝啊，唔會落來。係，下唔會衝。好，第一是風水嚇，第二呢，是係按講到風沖，還有第三麼？第三個該種嘅係該寒冷嘅時節，該春天該有一冰下來，咪做到該種嘅地表該種嘅溫度下高啲。哦，安樣好，所以講到
啲上班下用做旱做冷嘅時節吼，假使就了解烹嘅，用大人吼，啲了解搶菜嘅一隻15美元講到吼，凍爽。冷度，按樣去學了解講到，用特烹嘅吼，算起來啊，吼有3種嘅一隻功能，冇提示種咧吼。首先學好到啊，係啊，素材好啦，應該上到嘅吼，啱啱冇人聽下包吼，像講呢度特烹嘅啊，講正經嘅哦，幾下吼，我要談過呢講特烹嘅水醬是否，好，嗰個特烹嘅哦，幾呢講我是嚟粒新本嘅凍過呢。你都會烹個凍多嗎？搭要幾多張？凍下嗰時搭要夾冷啦。夾冷，嚇。夾冷就現在我啲運轉人運轉點嘛，我啲概念啦，我啲也要做產銷班啦。但是我啲要記嘅是我自家樣做，全部我自家要按法樣運轉點啦。我現在我種類非常多。係。我試到要20-30種嘅種類啊！你係講到呢個菜嘅種類就要20-30種，所以最少你就要20-30隻嘅烹嘅咯。唔止啦，唔止啦，哦，種類要按到啦，嗬，好幾限度特烹嘅嗬。你講算起來啊，嗬，你自家要講愛搭也係唔可以搭，要想過冇？要千按到呢？種菜賣你冇搭種嘅菜吼，是全冇重樣啦。你啱種嘅菜也下生配，也下生水。現在我被當落水，水唔會經常捉喺沖啊，沖體配唔會沖體啦。係，落水你配下會沖體，嗬，一個菜又會毒化，做得小心咧，嗬，沖咗就落來咧。呀，上班下講正經咧，嗬，做得少嘅時節，沖嘅全部是強啊，嗬，你已經講到，一個本錢是落番薯糖了，好，所以你講，Andy 還係愛。特別實施樣啦，係啦，肯係愛要實施，按樣就做得來做事情啦。做下穩順啲啦。也是講到啊，嗬，Andy 了解農場地配度啦，嗬，代替 Andy 嘅了解規劃來講啊，嗬，了解溫室，嗬，你講特烹啊，係要比較天才愛做嘅係冇？要比較愛做，你愛生產愛嘅樣要你摸係落水風吹來，是就下次會全冇得意啊！按我哋要搭實施來，是唔會讓天蠶到啊！哦，很有顯啦，嗬，所以講到也為到善良啦，嗬，為到了解品質啦，嗬，韓國人講正經嘅消費者，按古田來撈你買，你冇善良正經都難交代呢。哦，你這重到了解，但本是係所有嘅。了解你都有菜園全部搭溫室，也係講咪要到部分冇搭溫室。要到部分冇啦，仲有入菜類嘢睇啲出來啦。哦，入菜類嘅部分出來，其他係下唔是咧。好，你寫 Andy 嗬，嚟講到嘅嗬，你啲溫室講正經嘅嗬，有幾個作用啦嗬。了解咪算係一種講到你智慧啊，嗬，佢講你冇來做了啲東西，想辦法你愛嘅了解。講善良啊，嗬，是冇辦法出來。上來啊，人哋農場地配度還有內地嘅規劃，有內地嗬係為消費者嗬嘅，因為消費者嘅需求，按到種嘅啲菜類啊，家下轉到喺節目當中，就可以講到，先來聊下。